大家早晨啊，我係 Kenny，專業係國內旅遊服務。今日係我嘅8分鐘，對上一次做5分鐘嘅係10月10號，都隔咗大半年啦。所以今次想講下1年前同1年後嘅分別，學下一啲 YouTuber 最中意講嘅話題，收入與支出。咁講呢啲 juicy 話題之前，我都講翻我公司係乜嘢，同埋我哋公司同其他公司嘅分別係乜嘢先。我公司叫中國有中，都20幾年歷史，但我同我 partner 其實接手咧都係呢年幾嘅事啫。咁我哋一直都係專注國內旅遊。咁我哋公司同其他旅行社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一體社。咁乜嘢一體社呢？就係國內地接嗰部分都係我哋公司自己做翻嘅。我公司拍檔係國內嘅當地地接，我哋好多國內嘅團都係我哋自己公司，我自己拍檔嗰邊做翻啦。咁如果其他地方，我哋都會去揾翻國內同事同翻佢哋溝通。大家都知，就算大家相同語言，都會有文化差異噶嘛。所以揾我哋中國有中去做就可以放心啦，因為我哋溝通得到。好啦，咁去翻 juicy 嘢啦。咁呢一張係我哋1年前嘅中國有中嘅傳單啦。咁望落去都唔錯嘅。咁因為我哋有揾人 design 噶嘛，有俾錢嘅。咁但係重點係呢一度，就係我哋有3間分行。咁我哋觀塘、大埔、元朗。咁嗰陣時有4個員工，國內有幾個同事啦。咁每個月我哋支出呢，都10幾萬嘅。咁講完支出就講下收入啦。咁嗰陣時有3間門市，咁好嘅時間呢，一日都有3團可以出得到嘅。咁每個月嘅生意額大概30-40萬啦。之後去到 profit and loss 呢 part 啦。咁營業額30幾萬，毛利率係負10%去到正15%。咁點解會負呢？因為有時個團收客唔夠多，但又唔想客人對我哋公司失望，所以輸錢都要出發。咁每個月平均利潤大約係3萬幾蚊到，咁每個月支出就係講緊10幾萬啦。咁所以每個月收入減支出之後，都要付翻10幾萬嘅。聽落去都覺得呢盤生意唔易做呢。所以去年呢個時間我就去咗Dynamic嘅 BOD， 之後入咗Dynamic。咁呢1年我好努力咁同大家認識同埋交流。咁大家應該記得我上次5分鐘嘅鐵甲萬能俠噶啦。咁睇下今日我公司變成點樣啦。我將分行變成1間喺尖沙咀，咁香港得翻1個員工，國內依然有幾個員工。咁每個月支出呢，就已經唔多過7萬。鋪少咗，人少咗，係咪應該生意都少咗呢？咁睇到下 profit and loss 呢 part 啦。咁營業額依然係30幾萬，毛利率由0至到正25%。咁點解會0呢？因為有時團係唔賺錢啊，例如 PowerCam 嗰啲，為咗俾大家認識我，所以都會照去嘅。咁平均利潤呢就高過7萬，咁所以呢，而家已經唔使蝕錢噶啦，見到曙光。講翻呢1年我做過啲乜嘢啦。咁多謝 DNA 同埋 LOT 門嘅俾機會俾我可以做到 PowerCam， 等大家認識我，增加 VCP。除咗上一屆，仲有今屆。2、3，揾錢揾大之後要多謝 Vincent Sir 俾機會俾我搞咗個瑜伽溫泉團，亦都好多謝 Kenny 老師去參加。跟住就係多謝 DNA Carmen 介紹咗個300人即日來回嘅香港蛇口嘅 team building 嘅團俾我。咁除咗會有直接介紹啦，亦都有啲獨立包團啊，包括啲教會旅行團，仲有同一啲社區人士、區議員合作去探訪養老中心嗰啲團。仲要好多謝 Summer 令我可以做到我最想做嘅遊學團。講到 Gym Referral， 梗係會詳細啲講啦。以後會教大家點樣俾到個 Gym Referral 俾我。我有朋友做中國境內遊學團，跟得好足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介紹你啊。咁幾好喎，可以俾個聯絡我嗎？好啊，我朋友叫 KENNY。電話98483761。事實證明 AI 真係揾 Hiko 幫手先得。
咁講下個流程，如果我同會友一齊諗咗樣新嘢，一齊原創個遊學團，咁首先要經過學校審批，因為個團我哋原創，所以一定會要求我公司報標先嘅。咁我哋報完標啦，如果好彩，學校會通知我哋中咗標，之後去到啱嘅時間，學校就會通知收學生，收完學生就會叫我哋公司去講講座，之後2個星期到就會出發，呢大概需要8個月嘅時間。而如果學校本來已經有團要搞，而因為會友介紹我，學校就揾我去報標，咁好彩啦，學校通知我哋中咗標，咁程序同之前差唔多，都係學校會出通告收學生，再出發前去舉辦講座就出發㗎啦。咁呢啲最快大約需要3至4個月度。大家見到成個流程好似好複雜咁樣，但其實你只需要介紹我俾學校，其他嘢我會做好㗎啦，唔會煩到你哋嘅，放心。我想要嘅 referral 係學校活動主任、社區人士、企業活動搞手、企業培訓搞手，要搞集訓嘅運動教練，要搞國內旅遊嘅旅行社，同埋要搞獨立包團嘅人。多謝大家留心我嘅8分鐘，希望冇悶親大家，多謝。